敗遭遇誰擺布？人生果真有定數，太是殘酷，太是殘酷。多少真愛求得到，得到失望和苦惱。情感困三角裏，我迷路，你亦迷了路。誰人令情意幻化作迷人色譜？誰又在幕後埋藏圈套？這段情遺留下太多問號。誰人令情意幻化作無形的刀？誰像是幕後無形主導？友情